1945係和平，因為和平後咧，即係跟住冇幾耐，幾年後就係50年代嘅。哇！嗰陣時樣樣嘢都起飛，即係我感覺到所有人咧，啲香港人咧好搏嘅，好努力嘅，去揾錢啊，做生意啊，出入口啊，咁咧就跟住咧，咁要有啲娛樂事業噶嘛，係咪啊？即係唔係淨係做嘢噶嘛？嗰陣時又冇仲未有咩電視啊嗰啲噶嘛？只係限於收音機同埋麗的呼聲咁嘅啫喎。咁你幾少娛樂啦？咁所以咧就周街都係哇好多舞廳啊！以前舞廳咧要係有錢佬先上得去㗎，但係由50年代、60年代開始咧，即係開咗好多即係話普遍化，即係普及啊！所以普及咧，咁啊大把人去一得閒咧就去玩啦。咁夜晚去跳舞啊，跳完舞去夜總會啊，夜總會又睇表演啦。哇！嗰個市面上其實係好興旺嘅。你睇翻Facebook 嗰啲有時 po 上去嗰啲舊香港嗰啲彌敦道哇！嗰啲招牌啲霓虹燈咧真係勁到不得了即係近時咧就唔興咁樣，香港人好似唔俾嗰啲霓虹燈周圍轉啊，因為會影響個視線揸車，所以啲霓虹燈咧喺五光十色，但係咧就係定咗喺度嘅，色彩就夠啦。舞廳你真係成條彌敦道咧，一路由深水埗打落去尖沙咀咧，好多舞廳㗎。咁夜總會就集中喺尖沙咀嗰邊啦。香港嘅舞廳咧，灣仔又有北角都有夜總會咧，多數就係喺中環比較高級啲啦，即係話Hilton 或者係呢個 Mandarin 後期先嚟起啦但係即係嗰啲酒吧夜總會，哇！尤其是60年代，因為越戰嘅問題咧，咁好多水兵就係嚟度假噶嘛，即係個個禮拜旺到不得了嘅。即係啲水兵又好肯花錢嘅，因為佢嚟到香港盡興啦嘛，因為跟住玩完之後翻越南唔知仲有冇命啊，所以個個都係咁嘅心態，使晒為止嗰啲錢，咁咪會旺咗香港咯。咁香港啲酒吧就咁要興嗰啲披頭四嗰啲4個人樂隊嗰啲咧，combo band 嗰啲即係都係秉承外國嗰個潮流即係 rock and roll 即係嗰啲咩 Johnny B. Good 咁rock around the clock 咁，即係所有嗰啲 rock and roll 嘅歌咧，真係好盛行。咁local 樂隊咧，如果講 local 嘅咧蓮花樂隊啦，即係許冠傑嘅Teddy Robbins and the Playboys 啦，花花公子樂隊啦，仲有後來嘅都唔係後來嘅60年代尾就係呢個翡翠樂隊啦，係咪翡翠翡翠早期嘅名嚟嘅，大 L 喺度啊嘛，咁跟住後期咧就叫做玉石樂隊啦。你話中環嗰啲夜總會即係你娛樂戲院樓下地牢有夜總會。當年鄧麗君喺嗰度登台嘅喎，即係媽咪帶佢過嚟咁10零歲咁嗰陣時，你話60年代差唔多接近70年代頭啦，接壤咁啦，即係你會睇到60年代同50年代咧，即係好似好大變化，但係其實基本上啲音樂唔係變化好大，而係樂隊多咗。即係60年代 Beatles 出嚟啊嘛，有 Animal 嗰啲，即係嗰啲咁嘅 band。50年代嗰啲咧就係Chuck Berry 嗰啲啦，Twist
咁啊 Twist Again 嗰啲哇好流行噶嘛，嗰陣時蕭芳芳、陳寶珠都係跳嗰啲 Twist 噶嘛，哇真係即係呢啲係娛樂場所咯，因為冇而家咁啊有手機啊，有成咁多撈舊嘢，嗰陣時電視都未有啊，電視係應該係6、7年開始無線開台咯，6、7年度啦，唔知67、68啦，大概係咁上下啦，60年代尾。咁先開台，開台咧又需要樂隊噶嘛咁啊所以樂隊嘅人工係好高㗎，即係揾錢比一般嗰啲咧係高出一半咁滯嘅，所以比較吃香啊，做音樂嘅嗰方面咁下次再講啦。